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热点话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人文学者许继林，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前浪后浪》。我看有这个栏目对许继林教授进行了采访。在这个采访过程中这个许继林教授他说90后、00后已经完全不相信宏大叙事。这位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他研究对比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也对当下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和代际特征保持密切的关切。也就是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一代一代的这个思想者，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怎么是思想交替的。这个许继林教授他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和关注他也不是上帝视角，不是那种俯视，而是亲身融入。就是许继林教授他玩抖音、小红书、B 站，也就是咱们时髦的话说，与年轻人打成一片，通过自身的行动实践来了解这个现代年轻人的一些想法，他们的思想。许继林教授指出90后和00后与前几代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就是00后他们越来越摒弃宏大叙事，活得更加具体。他们关注个人权利，以自我情绪为中心。在婚恋态度上，年轻人不结婚，低欲望，根源在于安全感的缺乏，利比多需求分配渠道多元化。这个许继林教授面对记者的这个采访专栏节目这种访谈，他说上个世纪末他构建了一个框架，将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6代人：49年以前3代，包括晚清一代、54一代和后54一代；49年以后3代，也就是17年一代、17年一代，也就是1949到1966、60、70年代一代和改革开放后一代。在《前浪后浪》这本书中这个许继林教授主要关注的是49年以前的3代，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许继林教授说他发现这3代的划分略显粗疏，因此在这个《前浪后浪》这本书里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关于这个前浪后浪关于知识分子，大家看许继林教授的视频。这个许教授说我们重点讨论当代。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有趣的观点变化。他说上个世纪末我认为70后、80后，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代是新人类，与经历过红色文化熏陶的60、70年代一代有所不同。许教授说他认为70后、80后是新一代，他以前这么认为然而其实并不是。经过约20年后，他发现70后、80后实际上是过渡的一代，真正与红色文化截然不同，甚至构成生理意义上的2代人，是90后和00后这是许教授的判断那也就是40后、50后、60后，这是受红色文化基因熏陶的，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不是70后、80后，而是90后、00后，他们跟那一批人已经完全不同。那70后、80后呢，实际上是个过渡这是许教授的一些观点他说50后、60后身上仍带有红色文化的投影，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被作为生活合法性的一种支撑而存在，但90后、00后则不需要这些，他们更加世俗，生活的第一法则是追求快乐，活得更加具体。而70后、80后则兼具思想与世俗，他们是过渡的一代，既有理想的一面，但理想已经不多，同时作为世俗一代的先锋又不能完全世俗化。他说因此我把当代中国还活跃在人群大致分为50后到00后这3代人，也就是说这3代人呢大概就是20年一代。从这个生理学上来说一代人相差也就20到30岁，那过去恐怕只有10几岁，现在因为晚婚晚育对吧，代际差异，就是父亲和儿子恐怕也就差30岁吧，通常是20多岁。但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快到了甚至5到10年就构成了心理上、文化上的一代人。这也就是常常被认为是年轻人的后浪，但是他们自己又认为自己是前浪，就这个意思因为变化太快。85后到95年被称为千禧一代，而95后到09年出生的人则被认为 Z 世代。说这2代人差异很大，比如我们经常听说的说95后要整顿职场，结果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进入职场了。他说这个例子说明中国变化太快，不仅是中国，全球化以后整个世界变化都在加速。特别最近几年，心理和文化上的5到10年就像一代人的差异那样明显。代际划分呢
不是拉长了，反而缩短了。也就是很多00后面对10后他也会认为自己是老前辈。大家还记得前几天咱们有个节目介绍了这个，应该是福建还是哪个大学有2个学生在那个上海少爷向韩国人炫耀他们的豪车的时候在下面评论自称老奴。你说大学生都是00后才18、19岁就已经自称老奴了。这个许教授认为50后、60后他们经历了80年代，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说50后、60后这一代人以理想主义激情投入工作之中，这一代人仍存在怀旧情绪，将80年代描绘为他们心中最好的一代，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比如高晓松提到了诗与远方，他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那个年代的很多人都愿意为了抽象的价值符号而献身，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个人具体利益考虑，守护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共和国的那些价值。但回过头来看，新的一代年轻人不是呼唤抽象的价值符号，在各种事件中，他们守护的只是非常具体的个人权利，他们的目标有限，具体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和利益。许继林他认为50后、60后是活在城邦生活的里面，而90后、00后这已经是一个后城邦时代的人。什么叫城邦生活和后城邦生活呢？这个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他说人是城邦的动物，为城邦生活，为一些抽象的价值而活着。但到了这个希腊晚期这个城邦开始衰落出现了什么传儒主义，还有夷毕鸠鲁主义这个什么夷毕鸠鲁主义强调城邦是没有意义的，人是为自我的快乐幸福而活。那么这个就是去城邦化的开始，和城邦脱钩。犬儒主义就更加直接，他们提出叫大隐隐于市，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躺平。这个许继林教授说50后、60后还是一种城邦动物的心态，他们要么看新闻联播，要么在群里聊时政，比如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美国大选，这些是他们活着的意义，他们无法离开城邦。但年轻一代则完全不同，他们不关心这些，只关心和自己生命当下自我有关的事情，他们完全去城邦化，是一批夷毕鸠鲁主义者，活出自我，追求自身的快乐和幸福。许继林教授说90后、00后这一代人，据我观察，他们已经完全摒弃了宏大叙事，也就是所谓的诗与远方那一套。宏大叙事和抽象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重要，而上一代人，特别是50后和60后，他们总是需要一种宏大叙事来支撑自己的信仰，哪怕这种叙事是虚幻的、乌托邦式的。然后许继林教授举了个例子他说有一位当年颇有名气的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在90年代炒股热时，他认为大家也应该炒股，但他不是简单的说为了赚钱而去炒股，而是召集一批朋友说，我们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来炒股吧。宏大叙事也就是说按照许教授的解释就是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一个目标，要给自己找个借口，叫师出有名。而且这个借口这个师出有名往往显得冠冕堂皇，通常与城邦、国家等大概念有关，而不是个人。你看，明明是想炒股赚钱，他说他是为了筹集革命经费，让人感觉他的这个所作所为不是出于个人的私欲。这种理由听起来很高大上，但是其实非常虚伪。这就是那一代人的特点，就干什么事情都要披着一个外衣，本质上他是为自己谋利。所以我就想到了老师加德老师，那就是典型的这种人，嘴上都是主义嘴上都是群众，实际上是个人捞钱，去美国买房子，给他美国房子交房产税，打着为大家好的名义，把这些权利、财富、资源、财产全部集中，便于他窃取。许教授说而现在年轻一代则完全不同，他们更加具体、更加实际，是彻底的夷毕鸿儒主义者。无论是选择卷还是躺，他们的衡量标准都是实在的利益和自我的情绪价值。最近情绪价值这个词非常热门，
情绪和情感是不一样的，情感是持续的，具有一定深度的，无论是对城邦还是对你爱的人，而情绪是情景化的、瞬间的、稍纵即逝的、快速转换的。换种说法就是气氛和场景起决定。这叫情绪价值。情感价值啊，它是不以时间空间为转移的。我想到了啊，比如说啊，10多年前西安发生了一起事件呢，就是U刑所。那个 U刑所的那个年轻人呢，当时是年轻人啊，他在生活中实际上他恐怕不是那么极端，但是到了那个气氛下就激发了他，对吧？他的情绪啊上来了，这个就跟场景跟气氛有关系。许教授说啊，年轻一代已经去情感化，而变得更加情绪化，他们不再对城邦、国家等宏大叙事感兴趣，他们理解的政治是微观政治，比如女性主义运动、Me Too， 或是农民工、自然生态保护等具体的社会运动。他们不再关心那些过于宏大、个人触碰不到也无法改变的话题，也不再对爱情等深度情感绑定有所期待。正所谓叫智者不入爱河。然后许教授认为啊，这种情绪价值啊，这种对具体、对这种表层的追求啊，会带来一种深度无聊。深度无聊啊，体现在虽然生活在表层，但由于缺乏深层次的绑定关系，一切都如浮云般转瞬即逝，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情绪价值的满足就像性的满足一样，一旦得到满足，便随即消逝，从而陷入虚无。说当年轻人没有深度绑定后，人们在满足后会感到无聊，甚至一晚上的开心也只是转瞬即逝的情绪价值。他们可以寻找下一个瞬间，所以今天的年轻人用碎片来构成他们的人生。每一个小目标都是为了寻找一种有限的快乐和满足，但这些小目标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人生大道理、大理想那样的意义链条。意义本应是一种连续的链条，但现在却只是一系列碎片，这些碎片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他们的人生显得破碎，每天都在寻找一种碎片化的情绪价值，并通过这些碎片来实现，因此他们很容易满足，也很容易感到无聊。这个许教授还举例子啊，他说啊，年轻人觉得无聊无意义，他说比如今天晚上和一帮朋友喝酒喝得很开心，但喝完酒到第二天早上就会后悔，觉得昨晚上很无聊，然后他们就会想今晚再找谁一起活动。他说这种情绪价值只是一瞬间的，就像精神毒品一样，一下子麻醉了自己，但过后又会陷入更深的无聊之中，他们很难建立起自己深刻的内在深度。老一代人总是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一种尺度，但许教授并不这样认为，说今天的新的技术已构建了一种新的乌托邦世界，这是老一代人无可想象的。这个乌托邦世界包括二次元、元宇宙等构成的虚拟世界，老一代人没有虚拟世界，他们的乌托邦世界是一套意识形态或宗教，但年轻人已经极大的进入了虚拟世界的领域，这构成了他们今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有各种玩法，比如玩二次元、cosplay、剧本杀、密室逃脱等，这些都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满足，而且在瞬间之中，他们可以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以后会越来越真实。这个许教授啊，他说50后、60后那种精神世界主要是靠意识形态或者是宗教化的构建出来的，但是年轻人的虚拟世界人家也有，他是通过技术、互联网构建出来一个虚拟的世界。你比如游戏、剧本杀，它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宗教也没关系。为什么选择虚拟世界呢？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满足啊。某种程度上啊，年轻人选择的虚拟世界，实际上就是已经是他真实人生的一部分，在这个虚拟世界暂时逃脱各种烦恼，这也成了他们的避风港。但是老一代人是没有这样一个避风港的。你想，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你完全可以跟 AI 进行对话聊天，你不需要找一个人聊天，你跟一个具体的人聊天，你有可能得到的是一肚子的气，不理解，得到的恐怕是负面价值、负面情绪啊。但是如果你要跟人工智能聊天，说不定他比你自己啊还了解你，这种体验呢，老一代人他是体验不了的，也理解不了。许教授说啊，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急于批评年轻人如何，我们首先要认清这个新世界，年轻人最能适应新世界的这种变化，
认清现状是最重要的。我们老一辈总会被淘汰，未来世界将由年轻人主导。我不乐观也不悲观，我从来不以老一辈的价值观来衡量年轻人是否堕落。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建立一套理解体系，但有一点我认为是有价值的，那就是人类几千年来，无论是轴心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展现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在未来世界中如何坚守并占有一席之地，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这里我要说明，今天所说的人是碳基生物，人之为人的基本伦理价值标准是需要继承的，他们不会被技术的出现所吞没。最后啊，许继林教授说啊，当下的知识分子，他说啊，今天仍有很多知识分子，但要在什么意义上理解知识分子？如果从我刚才提到的意义上理解，知识分子一定是独立思考，不是急于归队。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过去人们被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所束缚。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在各种意识形态冲击中，你要站在哪一边？今天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在各种冲突的声音里，你必须做出选择。但在我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如果要选择的话，像韩国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韩江一样，她选择了一个立场，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感受普通人的苦难，尊重人的生命尊严，这是他的选择。但他不会做一些简单的归类和立场性的判断，比如俄乌战争，说你到底是站在俄国一边还是乌克兰一边，因为在俄国和乌克兰之上还有个更高的全人类利益或人个体生命。最后啊，许继林教授谈到了啊，这个90后、00后还有50后、60后这两代人有没有相互拯救的可能。许教授说啊，我们这代人还是多少吃了一点时代红利的。95年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他们承受的不是时代的红利，而是时代的后果。他说各种各样的重负都在让他们承受。我们前面的人提前预知了未来，房价提前透支，几十年的涨幅在10年里就实现了，他们没有任何空间。这个大家不好理解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明白了。就像炒股一样，你是2024年9月份入市的，一下拉到3600点，短短的几天里面，实际上它就透支了未来。你10月8号以后入市的，统统是进去买单，他们是承受压力的，接盘去的，他们要讲更多的故事，让这个指数啊往上涨。按照实际情况，你说目前的指数向上还有空间吗？没有任何空间了。那跟我们这个实体经济也一样，对吧？我们产能严重过剩，几十年的红利被父母一代提前透支，本来是应该归于他们这代人所拥有的，提前预支了。这个也是一种观点啊。许教授认为啊，他说今天他们有各种焦虑，从这点而言，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欠他们的，因为你把儿女这代的好苹果也吃了。所以从这点而言，面对95年以后这代人，说的难听一点，我们是有原罪的，因为你提前透支了，所以是有原罪的。他们对各种命运没有选择，实际上我觉得要有同情和理解。我们怎么来更多的帮助他们呢？说现实生活这部分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少，需要国家政策、社会各方面来承担。当然很多青年导师在心理上给予他们疏导，所以他们也很受欢迎，不管是鸡汤式的还是急诊式的，不管中药西药，现在各种各样都受欢迎。但是年轻一代他们有自己的自愈方式，有各种各样的解绑，都是在寻求情绪价值、自愈、自我疗伤的方式。我在这个意义上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而不该说他们没有我们这一代人深刻，诸如此类。所以啊，许教授认为啊，两代人要各自换位思考。老一代不能说年轻人怎么这么傻，不能说红色年代的人投身入一个虚妄的目标，连命都搭进去了。他说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不能理解，但你在那个环境里，你也可能是一个热血青年，因为你没有选择，就是你没得选择。同样的啊，到了今天，年轻人也没有什么选择，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对自我生存的拯救，追求新鲜也是一种自我生存的拯救。这个许继林教授这个访谈很长啊，后面还有，他主要谈了50后、60后与95后、90后、00后之间的这种反差。对许教授很多观点我都是认可的。但是呢，有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可。我认可这个许教授说的啊，对年轻人呢应该更加理性，更加宽容。也就是说啊，这个50后、60后，就老一代人不要拿自己当尺子去量年轻人，因为时代不同，背景不同，对吧？我承认呢，人的选择余地很小。这很多人觉得我有选择余地，实际上在这个大背景下，你能选择的非常少。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你往前走，这就像一个人在阿里、在华为、在腾讯上班，他很容易年薪几十万。
万、上百万。如果你认为这都是你的本事，是你个人的能力，那你就属于没有认清自己，你是平台的能力。也就是说啊，在这个过去30年里面取得成就的人，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时代红利啊。当然啊，与个人的努力也分不开，但更多的是时代背景。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你更容易成功。而现在的年轻人呢，他没有这样的时代红利、时代背景，或者这个时代背景比以前某些方面要更加糟糕，压力更大。但同时啊，我们也要看到，现在这个时代技术是不是日益革新、跃异啊，跟过去又不一样了。改变的只是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和方式，还有我们个人而言，那就是赚钱的方式，这些发生改变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机会，我倒不觉得年轻人呢现在是绝望的、没有前途的。我们不能刻舟求剑。现在网上有一种声音说我们是透支了未来，刚才许教授也说了这个观点，我拿股票做例子。实际上，如果大家仔细再往下想一想，并没有透支啊，只是你以前的发展模式到头了。从实体经济来讲，我们过去是人口红利叠加这种叫技术红利啊，也就是美西方人家发展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或这种工业化，我们呢在30年短时间给它完成了，这个不叫透支。我们要抄的作业太多了，随便抄，这个是快速发展。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现在遇到是没得抄，抄作业多轻松啊，这叫红利。现在没得抄呢，确实很多方面我们已经跟人家差不多了啊，人家100分，我们现在98了，没得抄。还有一种呢，就是人家现在是100，我们现在还是40呢，他不让我们抄。你比如说美国，它的这个很多尖端技术，什么芯片，对吧？人工智能等等，它已经不出口了，制裁就是不让你抄，所以我们就出现问题了。火车头已经停下来了，没有动力，但是这个车厢啊还有巨大的惯性，还在往前走，难免会有事故啊，车厢也可能脱轨，车厢也可能变形，所以不能简单的说上一代人透支了下一代人，这种实际上是把矛盾转移到2代人之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啊，上一代人就是负责抄，所谓的研发也是模仿，对吧？这个很多人都说过华为它是怎么来的，很多你去查查历史，翻一翻华为最早是怎么成立的，西门子，对吧？爱立信直接买回来模仿就行了。但是等到00后啊，你没得可抄了，你总不能抱怨说以前人抄得太快吧，全给300年的你都抄完了，后面人没得抄了。很多人说房地产高速发展，房价太贵，透支了年轻人的未来，因为年轻人买不起。实际上这个是一种逻辑上的混乱，房价涨得有点快，这个确实啊有点快，但是你要说房价高，这个它的绝对价格其实不高。我在房地产节目里面反复强调啊，咱们是结构性矛盾。你要说房价高，越南的胡志明他的房价比上海恐怕还要高，或者是不输上海。印度的孟买他的房价也不输上海啊，至于纽约的房价那肯定比北京贵啊。那为什么我们说房价高呢？是因为我们的韭菜的收入低。我们韭菜的收入为什么低呢？实际上韭菜收入曾经高过，那就是10几年前移动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发展的时候，很多高薪工作啊。正因为有蚂蚁金服、有阿里巴巴，才把杭州的房价给搞这么高啊。为什么搞这么高？就因为他们高薪的人群多，提供了很多高薪岗位。而现在啊，这些高薪的岗位统统的都在萎缩消失，所以啊，你这房价就显得高了。那为什么这些高薪的工作都没了？我刚才说过了，这些高薪的工作那肯定是创造性的，过去抄也能有高薪，但是没得抄了，对吧？现在你就得去研发，而这一块我们也提供不了更多的岗位。随着这个外资的撤离，随着供应链的转移，岗位越来越少，不要说高薪的岗位，就连中等收入的岗位也在减少，往后拧螺丝的都在减少。韭菜的收入啊是直线下降，因为你的收入在下降，所以你房价就显出来了。你这个房价现在咱们房价已经降了30%了，但是还是高，为什么呢？因为你房价的降幅没有韭菜收入降幅大，导致这个房价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的矛盾啊不是房价绝对高，而是房价和收入差距大。那这个差距怎么导致的？所以你不能简单的用透支来解释。现在的年轻人啊越来越不认同宏大叙事，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我对这个不乐观。我觉得人啊思想是差不多的，只是他的经历不同，导致他的思想有波动。年轻的时候很可能是小粉左，热爱集体，但等到大学一毕业走上社会，遭几顿毒打之后啊，他就对这个左对集体这个产生怀疑，或者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他自己表现不错，得到表扬，得到晋升加薪，他也会重
崇尚个人主义，就是我凭自己努力嘛，对吧？我努力，所以我的奖金高，所以我工资高，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崇尚这种个人、崇尚自由的一种表现啊。如果你要崇尚集体的话，那就大家都一样，就干好干坏都一样。也就是说，你可以努力工作，但是你不要多拿钱，对吧？你可以出效果，但是你钱跟大家是一样的，平准主义嘛。你要干得多拿得多，那就不对了啊，那就不叫集体主义，那就市场经济。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到了毕业以后，很多人他自然就会变得崇尚自由，变得推崇这种市场经济，这也是环境变化。那么现在的00后和90后啊，某些程度上表现出这种对宏大叙事不感兴趣。实际上我认为恰恰是50后60后的宏大叙事的宣传产生了反效果。夹头这种人，胡锡进、张维为这些人长年累月的进行宏大叙事，进行这种降智教育、洗脑教育，长期这么教育下来之后，一代又一代人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嘴上喊着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老婆孩子都在美国或者在瑞士，他们都有瑞士的身份，喊了这么多年，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所有的压力都是我在扛。年轻人越来越明白了，它是一种反噬，这是宣传的反效果。所以年轻人尤其走上社会之后，他发现跟这个胡锡进老师描述的那个社会，跟维维老师说的清禅是遥遥领先，跟夹头的那个集体主义完全不一致，都是嘴上一套背后一套。他们失望，他们觉醒了之后没有方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只好躺平，只好不配合不合作，对吧？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买房，我就让自己开心就行了，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活好自己，对吧？这是当务之急啊。但是这一代人他也会变呢，等他到30岁到40岁的时候，等到社会在变，他们的心情也在变，他们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说我就是这样。所以本质上啊，我认为没有什么00后90后，所谓的90后00后这个现象，50后60后他们年轻的时候也会遇到过。大家想一下啊，50后60后他们20岁的时候正好70年，他们一样的找不到工作，那时候哪有工作啊，都等着爸爸赶紧提前退休，叫顶职。如果农民呢，那就参加劳动吧。那时候的人就是50后60后他们20岁的时候那种迷茫，和现在的00后迷茫不是一样的吗？有什么区别啊？那无非是现在的00后90后啊，他遇到这样的迷茫，他还有选择，什么选择呢？他可以躺平，他饿不死。50后60后他们年轻的时候即便迷茫也得干活，因为他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他还在饿肚子。所以我说有一代人的苦难都一样，现在的00后90后无非是50后60后年轻时代的样子，对吧？只是形式有那么一点变化。所以说啊，许教授的观点啊，就是老一代不要去干涉下一代，不要拿自己当尺子去衡量他们。他们做的不好或者跟你不一样，你就说人家颓废废了废柴，这个是错误的。年轻一代呢，也不要老觉得好像时代红利没了，生不逢时，我要是早生多少年就好了，这个都是错误的想法，对吧？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发展。我毕业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2000年，就那个时候大家天天想的就是我们生晚了，好日子都过完了，一样的想法，都觉得潘石屹那个时代才是好时代。那个时候跑到海南去拿几万块钱买个鱼塘，然后把它填起来开发卖房子，都发财了。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想，跑马圈地的时代结束了，轮到我们做牛马了。事实上呢，也不是那么回事。最后我再强调一下啊，作为一个人活着一辈子，你不能简单的拿财富、拿赚钱、拿工资去衡量，这个只是一方面。你的幸福，你这一辈子过得满意不满意，钱只是中间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个钱也未必起决定性作用。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调整心态，与时俱进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